可以度過幾個十年。留言一句，人如在身邊，用你的想法營造經典。我不管可怎昏暗地是變遷，根據學院嘅地步，我哋就高價項目贏佢第100。到時候博士就會全面收購埋博士，咁博士嘅股價就會飆升。當博士股價夠高，我哋拋唔開，贏佢第200。我哋再做拓經理，係咪收購失敗？佢收購失敗，佢股價就會大跌。到時候我哋就會全力吸納博士，咁而效例反擊，追擊博士，兩條大槓打起上嚟，就會提高博士，咁我哋就放博士，贏第300。如在身邊，用你的想法營造經典。我不管可天昏暗地是變遷，我日日係咁贏，日日係咁慶祝。冷面或你冇覺得攰嘅咩？創造情收到消息，下賽季好多人自己組隊打返我哋轉頭啊！來給這世代我除咗要贏，同睇心情同對手嘅。呢排心情好好，差一對手。黃馬過嚟啦！點解啊？3個字，中意。我要睇邊個踩邊個，睇心情嘅啫。